间卖烟钱，大家紧来讲四句咧。你卖烟枪啊，是卖烟枪？时间卖烟钱。讲这台湾土话介高尚啊。倒口正下话勉强，口水批评在口中。骂人绝对无好内容。过去吼，某一句人定下讲吼，哎，你骂人不带脏字啦，不带脏话哟。唔爱骂脏话，咱来骂台中就好，莫骂到遐尼远，骂骂紧紧啊人骂。去中华骂，看要去南投骂啊，家己骂拢无要紧。好啦，我来解释一个吼，咱这脏吼就是肮脏的脏啦。咱到底是要安怎用这个无共款的字吼来代表讲对人对代志的不满，或者是讲吼到底是要安怎骂人不带脏字呢？咱今嘛都来请咱的开心辣妹来，辣妹，来。低头喙，笨鸡耳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唔知影，你解释。啊，三号做低头甲本机，你听有无？听无？去边啊，去边啊！哎，还有法度通敢出这个主题，低头喙。人伊要留个，互你解释啊。你甲想看嘛就知啦。迄低头喙是毋是足赖？嘿，嘿，摊土毋则摊会起来。对啊有当时啊摊草毋则摊会起来。啊，粪机迄个粪机耳是毋是一定爱足硬？毋则法度通白锁啊，才互咱打才打会赢。哎呀，所以描写讲这个粪机耳是硬沙沙，低头喙是啊赖咸咸。哦对啦，迄低头喙哦来减减来，所以讲夸。啊，迄个粪机耳哦安尼，真大呢。尤其是这低头喙哦，是敢若负责骨啦吼，拢无食你腹肚底落啊。所以讲人低头喙拢是敢若骨这食土尔，啊无吞你腹肚底啊。啊，拢骨起来拢放在粪机内底。嘿啊。啊，你若做粪机的人，迄个是毋是粪扫？唔是啦，你那是粪扫桶。用迄个粪机咧骂人变成讲，粪机因为耳啊大，拢无专门咧底头的尔。啊，来骂人迄句话哦，照这句话来骂讲，啊你不是咧用骗哦，就是哦，不是咧用线大耳啦。啊，粪机拢专门食土底头啊，耳啊搁安尼硬啊。嘿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即句低头喙粪机耳，就是要甲咱讲这好歹话就爱呀。咦，会晓听。